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一开始，咱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结束第巴拉圭的行程，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7点，已经飞到美国的旧金山，会伫遐停留大约9点钟。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冒去接机，咱来看上新的画面。副总统赖清德去巴拉圭参加因总统的就职典礼说，即马是搁过境美国，这届是到旧金山。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有专工去接机，嘛会专程陪同。伫咱台湾时间早起9点，也就是即马，因两个人会同齐去参加侨胞的宴会，同齐食饭。赖清德伫旧金山大约会停留9点钟，活动结束了后，未过暝会直接坐飞轮机返来咱台湾，结束这7天6暝的出国访问行程。咱继续关心总统大选哪赢敢会整合，这是外界拢真关心的代志。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昏公布伊的竞选 logo， 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暗是去桃园中立的朱会堂拜拜，伊表示伊会听民意，嘛会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宣布伊敢要参选。也那民进党甲民众党即马是针对力量的议题互相的对呛。1、2、3。大台指控技术强调指控技术是关键的一年，会决定国家命运战争或者是和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公布竞选 logo， 表示指控技术政党轮替，台湾各出发。我们都会团结所有的力量，努力的往前走，让做得不好的民进党下架。面对马亚整合侯友宜一个挑战，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传出要找李家芬做副手，不过两人拢否认。郭台铭早暗时到桃园中立朱会堂拜拜，伊讲家己无党无派，背后靠山就是民意，听完各地民众的心声，对即时宣布是不是要参选。听完所有的地方以后，大家民意以后，我会在适当时机给大家宣布。说我为什么要出来替大家服务？我能够替大家做什么？特别是继续为力量议题护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话声，唔通将力量污名化。国台方面也马上回击。没有任何人要做污名化的动作，而是相关的产业本来就必须要遭受到监督，包含像是88枪的枪击案，还有台南正副议长的贿选案，当中都牵涉到了非常大的绿电的利益共生。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被人民所检视的。民进党团批评国台能源政策配比无清楚。民进党回应，一定会非常负责将能源政策配比等相关资料，定现伫个人面头前，也反问民进党2015年飞血加园是不是确定要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空军昨昏伫屏东的救兵基地进行精准弹药的射击，其中有一粒飞弹，有是机密的飞弹，外界咧药可能是雄性飞弹，就是会当射到中国去的飞弹。专家即马分析讲，这飞弹会当射超过1000公里。暗时啊，一粒飞弹为屏东救兵基地发射，火光是真显目。火箭加入去脱离了后，飞弹喷射，将压甲引擎点倒，加速消失伫画面当中。空军10楼展开精准弹药模拟射击，透早4点50，试射一粒机密的飞弹。为两弹射点倒，外界解读可能是雄性飞弹，是咱国头一届公开攻击对方飞弹试射的画面。产制的数量呢是列为机密，但是一般估计绝对有数百枚以上。那这一枚地对地远距离的遥攻的防御性武器，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台湾的重层嚇阻这一层一层的嚇阻力量能够往外推。雄性飞弹是雄二异型，处音速攻击对方巡洋飞弹，嘛号做台版战斧飞弹。军方过去是高度保密，这届是雄性飞弹服役10多年来头一届公开。这届试射飞行差不多1点钟，不过第2弹哪像无导火，就落落海底，引起讨论。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庭
因为是当地测试的增程型向日异型飞弹，在导引段部分拄到难题。增程型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1个小时是飞800公里，控制段跟它的弹头段呢，你这还没有哎，你就要另外做验测，你到达目标万一是哑弹呢，你弹头段是会出的问题，你这只是1/3而已，你的导引段还包括了你的那个弹头段，能不能确实达到吗？这每一个都要环节相扣。刘文定表示，增程型向日翼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显示国军有为源头攻击的能力，会当严重伤断东部战区。不过要安怎克服解放军两个硬拢来，还佫有真捌的烂杂灰网，要顺利攻击中国的军事设施，也是真大考验。另外，空军花莲基地任务真无用，四架 F-16B 挂载 MK-80 2000磅的炸弹，传出飞往邦寮外海进行空中炸射，是啥未少民众甲军事迷去现场欣赏战机甲翕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油伫澳洲投资澳油产，即马已经通过澳洲官方的核准，按算2028年会开始生产，一天通出产原油8万桶。啊，若咱中油会当分到1成，也就是一天咱会有8000桶，安尼就当提升咱国内稳定能源的能力。中油伫外国石油甲天然气的探勘甲采集，佫一个有进展。今年2月1日，以全资子公司 OPEC Australia 的名义，甲澳洲 Carnarvon 公司签署矿区买卖契约，已经得到澳洲外商沈道辉核准。伫15摕到多拉多油产，甲附近4个探勘矿区各10%矿权的权益。它这个多拉多的矿区呢，是它已经证实它有这个蕴藏量了，接下来就要步入开发的程序。这个矿区它本身的蕴藏量初估有1.34亿，未来呢，它本身还有一些周围的一些区块呢，在进行进一步的探勘发掘呢，预期它还会有一些发现。中油表示，海外探勘的事业，都是希望会当增加提供予国内石油甲天然气的比率。目前除了澳洲，嘛伫厄瓜多、尼日、查德、美国甲巴拉圭等8个国家，15个矿区拢有探勘甲采集的计划。即个加入联合经营了后，上重要的目标是推动油产开发计划，包括起一座海井平台、铺海底光线甲控制系统，还有起一座海顶铺设3度下油船，来分离石油甲天然气生产原油。台湾进口能源依赖度是大概97%啊，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国家来看的话，那分散这个我们的进口的这个来源呢，那是必要的哈，可以减少这个能源的风险了。中油表示，开发初期生产的天然气会甲注入去地下盐田，来提高原油的采收。按算2028年投入生产，帕布油产会用另外一条海底管线连接到3度下油船。在上大生产力的情形之下，多拉多油产按算一天会当生产8万桶的原油，中油会当分到10%，也就是每一天8000桶，估计一年差不多300万桶。为了增加咱国自有油源占的比例，嘛会当提高国家能源稳定甲供应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受刑人易宝鸿进前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夜店拍死警察，伊尾仔互掠去关，是申请去外役加价。毋过传出有违规了后，即马是搁互转转去一般的加价关。即马是逼出讲，其实伊有食毒的前科，根本就无资格通去外役加价。若当时伊是安那申请通过的？即马法务部长蔡清祥要求调查，承办人员已经互移送廉政署去侦办，嘛无排除有高层涉案。异性收容人有吸毒的记录，但是承办人把它勾糊，造成分数的误差。明明有食到记录，屏蔽这位却是无搞起来，甲信义夜店台警察犯人易宝鸿以满分转到外役加价服刑，台北加价团出审查造假。受刑人要到外役加价，要经过国检所人员写审查的基准表，分数愈悬，核选的机会就愈大。易宝鸿前3摆申请拢被拍回，这摆雄雄100分通过。原来再犯风险的项目，毒品前科这位方交唔对，调查科的承办人敢若用一句一时的疏失来解释。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所以说以至于在整个的作业流程，是看我们判决书的一个正面看他是初犯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所以说以至于造成他误会。是不是单纯的行政疏失？廉政署已经介入调查，看是不是有人牵涉贪污这不法，并且扩大行政调查，追究责任的名单对2个人变做3个人。不过台北加价敢若负责初审，复核也经过矫正署机关。
各监所报出他的成绩，那矫正署他会做严格的审查。下面到国监所、顶面到矫正署安全督导组拢有经手过，讲毋是凊彩审查，拢是用上界严格标准来审查。那安尼哪会有这素质？这决定中是申办人就法度一手来抓天，也是讲有可能有更加层级来涉案包庇。这中间肯定有人拿了好处，然后也肯定就是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每一个关卡都没有发现到，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监所关注小组坦白讲，监所不是发生特权加关税的争议，和受刑人用不公平来对待，呼吁家里外部人员来审查，卖互不被风波一再重创矫正机关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在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同款受低压带影响，水气会较高。气象局嘛有针对中南部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受低压带影响，今仔日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西半部规工拢会落阵雨、雷公雨，尤其是中南部，今仔日雨会较粗。气象局已经针对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伫屏东南边、嘉东这些所在有发布1级的淹水的警戒。因若伫北部，今仔日会落短暂雨。东部外岛是轨道会向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各地头的日时高温大约是30度至33度，若中南部高温有36度。这雨是一直落到拜六、礼拜日才会变好天。即阵啊，乡亲有要出门，爱会记哩早雨满雨伞。今年第7号，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当地进行5号以上囤房大户租金所得申报的查核作业，已经完成4877件，伫内底就有2530件爱补税，逃走税比例占1半以上，若补税金额已经超过1亿1000万。来关心自由时报。立法院伫去年5月份的时有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若是替中国伫咱台湾发展组织，安尼判刑是对7年起跳。立法已经超过1档啊，严格行政院甲大陆也未公布，也未实施。立委即摆就呼吁讲，总统大选晚近啊，就惊中国渗透，相关的法律应该赶紧实施。来关心联合报，剩无2礼拜就要开学啊，严格即阵北中南各地拢传出有学校的交通车飙袂出去。甚至有学校已经取消交通车的服务。游览车业者即马是表示，主要就是因为欠司机，加上教育部即马更硬规定讲，66岁至68岁，因后退休的司机袂使去驶学校交通车，才会造成要开学啊学校的交通车弄流标。所以来关心基隆捷运拍算对南港到北岛总经费爱开696亿。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昨昏伊是专工去实地视察，伊是表示，考虑到基隆的财务能力，所以即马会设捷运开发基金，基隆市政府只需要用9年的工期，变17亿就会。基隆市是讲，因有感受到中央的善意。若基隆捷运即马按算是要拼2032年10月份的时，希望会当通车。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去实地视察基隆捷运其中的一个站点保长坑站，未来会结合都市计划，带动货运厂区的转型。基隆捷运总经费有到696亿8900万，由南港到北岛有15.6公里长，会有13个车头，下过800基。不过，基隆市政府的负担额为17亿压悬到53亿，市长贾国良捌因为安尼，甲中央对徛。针对这点，陈文灿提出2大解放，包括设立捷运开发基金，基隆市政府只要伫9年的工期变17亿，每一年差不多2亿，也有调降电费分配款的比例，让基隆捷运的负担降到原来的水准。那差额的部分用捷运建设基金，和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也会略微调降，让这个捷运可行。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那事实上，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基隆捷运今年4月份通过宽评了后，综合规划嘛伫5月份送到交通部审议，外界关注当时才会当通车。铁道局回应讲，按算121年10月份完工通车。路政部长林佑昌讲，基隆捷运会予大台北首都款的路网更较完整，带动基隆河谷廊带建设，增加就业机会。
基隆市府即马就爱起鼓，甲都市计划配套做好，成立捷运工程团队。捷运站旁边要有停车的空间，要有公车的这些连接串联的系统，所以都市计划内的生活圈的道路就必须一定要配套，现在做好规划。板南线东延的部分，你还没有回复到委员。郑文灿强调讲，基隆捷运无政治色彩，即马已经行向最后一里路。不过，面对新北市议员向向甲问板南线东延的议题，郑文灿并无正面回应，就随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乌克兰粮食出口受俄罗斯阻挡，即马是真无简单，才阁找到一条新的水路，也毋过想袂到俄罗斯阁去攻击多瑙河港市，要阻挡乌克兰的货柜出口。俄罗斯无人机攻击多瑙河沿岸牛犊设施甲港口。乌克兰最近需要这替代运输路线，将农牛运去欧洲。这时阵，一只满载货物的货柜船原本首航专文，互上船进出的新临时走廊，煞扩发伫乌海港口奥德萨。乌克兰经济农瓜区农牛出口，伊的麦啊、天葵籽油甲其他粮食，对全球经营也真重要。Масована російська атака. Жоден інший терорист у світі, окрім Росії, ще ніколи так відверто та навмисно не бив по безпеці одразу стількох народів. 泽伦斯基个表示，你甲盟友参详为确保无人机的经营甲防空系统。乌克兰大量提悬无人机的生产。克里姆林宫7月中提出乌海古堡协议了后，就发出可能攻击船只威胁，支付寻求替代道路，不过爱承担更较悬的运输成本。部分欧洲国家对因生产农作物介绍强硬起价表示反对，而且多瑙河港口容量也无法度比。乌克兰农牛出口之路恐惊是困难重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镜头来关心印尼环球小姐的决赛是对7月29办到8月初3，这场决赛计共有30个人参加。也毋过比赛结束了后，即马有7个参选人是出来指控讲，因伫决赛进前爱先烫光光互检查，因为这款行为是一款性骚扰，所以打算要提出告诉。印尼环球小姐决赛结果已经伫初3出来，但到15为止，已经有7个参加选美的小姐联合出来控诉讲，入来到决赛参赛者互要求烫衫检查身体，你有是要检查皮肤敢有疤，有感觉皮的组织，还是敢有赤亮赤红，甚至有5个参赛者是互翕顶半身无穿衫的相片。现场有25个，包括查甫人在看，房间门甚至是无关起来。Pihak dari penyelenggara itu tuh bilang kepada saya, open your bra. Lalu saya disuruh angkat kaki satu sebelah kiri. Saya angkat kaki sebelah satu ke kursi ke hadapannya beliau. Lalu saya dicek kaki saya apa kekurangannya. Terus dia menyuruh LO-nya untuk menyatat apa kekurangan dari kaki saya, lalu naik ke bagian atas, bagian private bawah saya. 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后，印尼承办方的负责人卡佩拉嘛伫社群媒体发声明稿指出讲，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伊完全无参与伫内面，伊唔知影嘛唔捌下令要求，也是允准任何工作人员透过身体的检查，用暴力的行为对参赛者是进行任何性骚扰。Kami juga mendapatkan beberapa bukti bahkan video yang menyatakan dari si pelaksana ini bahwa memang sudah terjadi body checking. Begitu, dan semua bukti itu sudah kami kumpulkan. Akhirnya kami mengambil langkah hukum untuk melaporkan hal tersebut kepada Polda Metro Jaya. 环球小姐的选美组今嘛表示讲，已经决定要终止和印尼承办方的合作关系，而且感谢参赛者会当勇敢安尼站出来。因为印尼的承办方嘛承办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比赛，今年的比赛都会互取消。那个大陆警方嘛讲，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投诉。不过，这摆印尼环球小姐比赛的第1名，并无伫个投诉的名单内面。公司新闻新路报编译。澳洲顶个月底发生一桩家庭自残的命案，这是一个48岁负责人，请伊前翁的亲戚朋友食饭，伊伫煮食的时，料理内底有掺一款有毒的钴，尾也是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有性命的危险。也毋过，这个负责人是坚持讲伊毋知这款钴有毒，而且伊嘛讲伊家己嘛有食。若真相是如何，即马等待调查。
顶个月27日，澳洲的维多利亚省是发生一个家庭家己在食饭猝中毒死亡真奇怪的案件。一个48岁富人人派特森，迄天是家己煮菜且前翁的厝内人，但煞伫咧煮菜威灵顿牛排内面，放世界上毒的蘑菇汁，一个死无仔菇，造成3个死亡，一个有性命危险。死者是伊的前大家官和大家的小妹，有一个朋友在等换肝，意外互厝边拢惊着。Devastated, absolutely devastated. Him and Heather were soulmates. They did everything together. I sat here crying. I'm going, it just can't be true. And I'm praying hard for Ian to survive. 报道讲，派特森的前翁伫落尾是因为有代志无法度来美国。虽然派特森目前封立做是嫌疑人，但是因为无面对任何指控，伊坚持讲家己是真爱前翁的厝内人，无理由放毒去烟台。伊阁讲蘑菇是对明年本一个杂货店买来的，伊根本都唔知影有毒。派特森阁讲，伊家己嘛有食蘑菇，虽然身体嘛有无啥爽快，但并无亲像其他受害者这么严重。这种死无仔菇常常是生伫个淡搁温暖的环境内面，外形常常防准是讲是会当食的菇类，若去食到肝含油脂，拢会受到严重的毒害。It's a complex investigation. It really 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edical. We need to rely on medical experts, work closely wi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ve obviously got to try and track down the source of whatever it was that was eaten. We presume at this stage it's mushrooms. 调查人员顶礼拜是超找事发地点附近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场，要测试派特森弹掉的食物脱水机内面敢有毒菇。根据报道，派特森伫案发了后，随甲厝内这台机器弹掉，伊讲是因为惊失去2个囡仔的监护权才安尼做。国际新闻张如平翻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法新社即马报讲，全世界上大2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WTO 已经做专家小组要解决争议，即马已经做出裁决，讲中国针对美国进口的商品加扣报复性的关税，这是违反国际贸易规定。来关心新加坡的警方对外表示，因抓到10个外国人，因是涉嫌伪造文书洗钱，即马互抓起来互起诉啊。不过来锁定大约是新加坡币10亿，算算的是新台币235亿。这嘛是新加坡最近这几年涉案的金额上悬的犯罪。啊，那10个嫌犯内底有3个是中国人。继续关心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表示，因馆藏的一项西元前15世纪到西元19世纪之间的黄金珠宝宝石拢碰见啊！博物馆表示，这是一件真奇怪案件，那亲像是来神通外鬼，已经开除一个员工，警方嘛已经在侦办。继续关心气候变迁危害生态，日本伫北美洲纳色的金马纳金，这几年是走去地中海，甲地中海蛤蟆是食了。有专家即马就警告讲，上海的情形，上海状况会是今年底当地蛤蟆产业会规个无去。渔民甲网仔拖过来一大堆金马倒出来，会当装几啊箱。原本是伫北美洲大西洋岸边的生团的拿金，是美国真受欢迎的好食米。但是最近却对意大利东北海岸造成严重的生态威胁，去影响到当地蛤蟆类的生存空间。Cioè la Sacca sta diventando un deserto, perché parlo anche con i miei colleghi pescatori che pescano il pesce e non trovano più niente, addirittura non riescono neanche a calare le reti perché questi granchi che nuotano e vanno a finire nelle reti e dopo le tagliano anche addirittura. 那真伫水内扫来扫去是真溜达，即马卡是真内，会当甲背类的外壳规个堵穿过，更加会造成养殖渔业损失真惨重。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真重要蛤蟆的出口国，因的农业部是提出290万欧元的奖金，等于是1亿个台票，希望用这么悬的奖金，请更较侪人来斗掠拿钱，无说到来欧洲就捕蛤蟆。Dopo dicembre, cioè secondo me a dicembre sarà la fine completa delle attività di venericoltura nella nostra area.
意大利重要农业组织农牧协会是指出讲，海水的暖化和气候的变迁，恐惊是加速拿金入侵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地中海真侪国家这几年拢受到拿金侵扰生态，虽然出动大量的人力去掠，却赶袂赴拿金生团的速度，而且因为数量伤济，渔民落尾嘛敢若会当续卖。但是嘛有餐厅是看到新的商机，因为欧洲人是无惯势食拿金，即嘛有总铺师想要研发拿金料理，请游客来。公司新闻两眼编译。地球暖化，即马海洋的温度嘛对咧升悬，这是造成鱼场出现变化。不管是咱台湾附近的野生乌鱼、小港啊，也是美国的双叶鲭，日本的鱼货量拢减真济。今仔日小滚时代专题报道，甲乡亲咱同时来关心高温对海洋的影响。渔船入港，现捞啊一桶一桶直接送上岸，真侪人客早就咧等要买上青的鱼货。不过这几60年来，台湾近海鱼货量所有减少的办势，野生的海产未来恐惊有钱嘛，无一定食得到。根据渔业署的统计年报，这所港类的鱼货量25年来是只剩1/7。1997年的时阵，还阁有28402吨，到2007就只剩7365吨，减少7%。这2年的状况是更较歹，2020、2021拢掠无5000吨。今年70岁掠小港啊超过40年的渔民张冠栋表示，虽然船顶的设备愈来愈进步，不过小港的产量却是年年减少。张冠栋认为讲，上介主要的原因就是污染甲气候变化。因每一年的这个气候影响，就是小港的收成影响最大的，温度升悬较悬。好啊，都不适宜、无适合伊生活的所在。我以前30-40年掠个这船啊，确实是一年一年歹。海洋大学环境生物海洋科学系教授卢学英表示，英国渔民伫咧6片外围掠青冷水的小港啊，即阵海温升悬，伫咧降一搭活动的，却变做是爱暖水的盐港啊。另外，鱼类回游的路线嘛受温度影响，较爱冷水的乌鱼、花灰等，这几年落南游来台湾的数量在减少。根据渔业署的数据，野生乌鱼107年要掠到超过100万尾，111年就只剩20-30万。冷水的这个消退，这个暖水的占据大部分，所以就变成这种暖水性的鱼，尖啦、什么飞鱼啦、鬼头刀啦，变成优势。冷水性的鱼类，它的量往往都比较大的，抓大数量的这种渔业将来一定越来越困难。那台湾拄到这款困境，日本2022总渔获量385万吨，是有史以来上介少的。也阁有美国阿拉斯加双叶鲭的产量，2018年到2021年，对80亿只减到剩10亿只。Snow crab are really a cold-adapted species and prefer these cold water habitats. Increased temperatures reduced smaller, more northerly cold pool extent basically results in a smaller area occupied by snow crab. 为着维持双叶鲭的数量，阿拉斯加当局2022头一届宣布取消掠双叶鲭。咱台湾甲国际同款，嘛面临渔获减少的困境。政府敢有相关的对策，通好帮助渔民？沿近海的这个渔业的渔业这只一只船，你除了一种主营的迄个渔业种类以外，你会当搁从事其他3种迄个兼营的渔业，互咱渔民朋友有一寡弹性调整的这个空间。为着拖慢气候对渔业的冲击，渔业署鼓励渔民减碳，减少作业的时间，会当领奖励金。不过对渔民来讲，这渔获量减少的问题已经火烧目牌。为着领奖励金减少出海，恐惊袂付起。记者苏维林秀凯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嘉义市林城东路伫8月19日下晡的4、5点外，有一个50桶货骑奥多摆查甫人去互虎头蜂去叮着，伊感觉头晕，人无爽快，转伫路边等救护车。专家即马是表示，8、9月是虎头蜂生团的季节，乡亲爱细致。
一个50多岁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坐伫路边，规个面是青笋笋，佮流凊汗。15下晡，伊经过家己市林心东路，因为有虎头蜂软对伊的衫内底去，甲定着。了后，伊随出现头壳晕、甲头顶顶的症状。他已经呈现一些低血压，所以我们的救护人员马上给他上那个博斯命强心剂哈，那排除试图解决他是否有过敏性休克的一个情形。他无收，他有虎头蜂。医师提醒，若去有虎头蜂定着，症状若无啥严重，敢若小可疼疼、甲症等等，会当家己简单处理。不过，若是出现过敏或者是休克的反应，就要赶紧送病院。症状轻微，只有痛、红肿等症状，并没有产生休克、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时候，呼吸困难。我们可以先使用碱性物质去中和它，例如尿液或是其他的抗生素。专家表示，虎头蜂差不多伫个5、6月的时阵作收，8、9月啊，因为细只蜂孵出来，就是因数量上济时期，公蜂会出来找食的甲水，都较会出现伫咧人类大的环境内底。刚开始发现的话，建议就是在这个时间去做移除，会比较简易一点，那请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较后期的话呢，如果我们不会直接对于生活造成影响，那可能就是放着它，等到它自己离巢。台湾本土的虎头蜂有7种，其中亲像带温色的温药啊，也号做乌尾虎头蜂，都是南部的市区较接看的虎头蜂。专家提醒民众，若是发现虎头蜂或者是蜂巢，一定要通报相关单位，千万唔通家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桃园的中正市场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食药署伫昨昏公布稽查结果，计共有514个人中毒。伫检体内底嘛验到沙门氏杆菌，嘛验出仙人掌杆菌，即嘛业者要继续停业。桃园中立区中正市场某一间法国棚，当日来标出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未少关系食外口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有福部食药署公布上新稽查的结果。到8月15为止，累计通报的患者有514个人。检体内底除了进前验出沙门氏杆菌，即马佫强验出仙人掌杆菌，业者复杂无合格，目前要暂停营业。其中3件民众购买后没有食用完的这个产品，有检出沙门氏杆菌，还有仙人掌杆菌。是安尼问题，毋若是伫国内，边境嘛查到为美国进口的樱桃无合格，有4批违规。验出内底有农药啊、灭分唑，累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2批，拢总122000多公斤的美国樱桃，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去用退货或者是销毁。食药署已经发文予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爱改善。9月底进前若是无回应，相当会暂停受理报验申请的行政处分。最高可以寄出这样的行政裁处。不过还是重申啊，因为它的检出浓度很低，而且面粉唑国内在胡瓜农作物上面是有准用的哈。另外，进前为着要解决国内欠卵的问题，农业部今年初启动专案进口鸡卵。不过，食药署公布，为巴西进口带壳的鸡卵甲冷冻卵汁，伫边境检验无合格，分别验出抗生素甲农药啊，拢总有106栋全部退货或者是销毁。因那农业部强调讲，因为巴西甲土耳其的鸡卵拢有验出有农药啊这种无合格的案例。所以，袂阁甲这两个国家定鸡卵。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旧历7月初1开鬼门，伫民间真侪民众嘛伫旧历7月办普渡来普渡无形的众生。家人老大公庙伫昨下晡嘛举办科技开看门。有学者就认为讲，普渡的行为和咱族群的历史有真大关系。3、2、下晡2点，家人老大公庙由轮值主普过圣宗亲会开看门，普渡过正式起行。伫咧新历8月16，旧历7月初1普渡过头一天，已经有袂少民众来拜拜。虽讲今年疫情解封，不过庙方观察，人阵要是无恢复到以前的水准。我来这服务12年啊，但每年开店啊，我拢爱做到透早4点。但是早12点外就人就拢走了，像我们的灯都少了啊。本来3500左右，那昨天才剩下3100而已。一大片的红色高灯，这是家人老大公庙的起灯卡仪式。每一拍灯拢是信徒要为好兄弟啊，甲人间道路祝福光的心意。
台湾普渡文化算是华人世界当中上大型、上侪人参与祭拜好兄弟的活动。不过由来民众敢知影？是人个大会啊，就安尼传统落来啊，就是安尼。啊，好兄弟啊，就关遐久啊，一年才出来一摆啊，大概就是煮一个好料哦，伊食。拜迄个法国面包啦，清华正经的是伫鸡蛋发生的啊，西班牙人捌占领过鸡蛋啊，所以有用迄个鸡卵糕啦，都在生是不管你是迄个侵略者哦，你是敌人，但死了后呢，同齐甲你普渡。学者讲，台湾是多族群的社会，发展过程有侪来自无同背景的先民付出，所以咱对鬼魂都较尊敬。学者讲，外国人面对鬼魂，定拢是要甲因消灭；台湾人面对好兄弟的概念就真无同，会用亲像普渡善意的方式对待。记者阮张水给人报道。普渡麦当讲是咱台湾人布施慈悲的民族性。伫旧历7月时开鬼门，各地嘛拢有无同款普渡的方式，带乡亲同齐来看。云林虎尾7大普渡区，16早起联合举行开香仪式，代表虎尾中原文化节正式开始。按算普渡拜拜道声会超过4000道，各大普渡区拢有无同款祭拜特色。对咱各区的特色，拢总甲展现出来。其中内底有较有名的，就是咱这个吉瓦山、搁冰雕、果雕，搁炮城等等吼。咱人6月29暗主持一个教，就是民间讲开鬼门的时间，有真侪无同风俗。下摆好兄弟普渡请因食物件，迄人依然是举行疫情了后头一个水灯节，真侪民众嘛来参与祈福的活动。给一些就是好兄弟们引路吧。有一点起舞的意思，对不对？对。迄若新着城隍庙，西港伫庙门边，手举七星剑，脚踏七星步，用上界正牌科技开虎门，象征旧历7月正式到啊。迄若云林西丽福兴宫，嘛伫咧将一天风筝，避免搅扰到好兄弟。就真甲封起来，因7月时来到遮，莫去甲交叉，享受咱这个民间甲传的贡品。旧历7月开鬼门，全台湾各地拢有真侪无同风俗，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有敬天地、布施甲分享福祉相关的概念。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建工地下油库是咱台湾少数军事工业遗址，不过最近附近的建工区中想要扩建，想要爱这块地，不过地方是呼吁这个所在应该爱保存。彰化文化局是邀请文化资产审议委员去现场会勘，尾后决定讲要继续列册追踪，等学校规划好势了后，才做出决议。文化保存。由文化团体发起的油库保存行动，过去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油槽，战后交由中油公司在1971年兴建4座油库，内部较大共款保存真好。专家学者指出，这军事遗址有历史价值，希望赋予文化资产的身份来保存再利用。那我们希望建工高中如果有机会变成文教用地，那么地下油库的文资的以及文化的主体性要保留，然后活用，比如说变成音乐教室，比如说变成研讨室。经历过2次大战，然后国共内战，然后又冷战，3个战争的一个空间啊，这有故事性，它有稀少性，它又有又有那个特殊性，那它其实可以跟学校共存。今年4月，文化局已经派人来到现场勘查，这摆搁再邀请文化资产审议委员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文资审议的委员就会就今天的现勘结果做表决，那看是否是继续列册，还是决议登录为历史建筑这样。审议委员会认同油库应该保存，不过认为应该不爱顾到教育的发展，所以决定把油库继续列册追踪。等待建工高中学校的规划出来了，搁再审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蠓仔店是全世界上有危害性的外来种之一。咱台南的应用科技大学甲社区即马有合作，因甲蠓仔店结合回收了后，甲回收的纸类甲假好喙蓝做过，去用来做文创品，希望透过这款创新的方式来降低蠓仔店的危害。
路边的蚵仔店拖开规世界，一透早老师参学生去烤草，因要把这项食物摕来社区做教材，先加倒甲蚵仔店的叶啊、甲根加落来，再来甲倒入去果汁机内底拍好脆，再甲纤维甲纸浆淋做伙，太完了后拍好打，就会使摕来做定具。拢是做实的嘛吼，啊就是去远哩哦，拢足济啊。敢若嘛烤袂完啊，烤完就搁生，烤完搁生。因会当甲这个无路用的小花曼泽兰，来做一个创意的开发。然后我嘛发觉讲，原来大自然内底植物拢是有伊的用处的。主办单位指出，蚵仔店一天会使拖出去24公分，主要是会选伫咧食物顶悬，和食物活动正经光合作用，甚至搁严重缩小到青叶仔的生活所在，因此甲蚵仔店的危害甲当做有利的物件。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除了去社区了解外来种的严重性，同时嘛结合饮食观念，带时代甲外来种变做艺品。若是去外地看的时阵，伫山顶也是迄种较无人咧工作的田的话，嘛是拢有。一方面是为着要推广这个外来种，互大家知，然后希望会使以后若是有社区的居民，若是看到的话，会使顺手甲办落来。目前全台19个县市拢有出现蚵仔店，安怎清就清袂了。这个学校参社区结合，透过因的创意，互无路用的物件找到新的出路，互更较侪人注重这个议题。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湾科学教育馆甲成功病院合作，引进高达300万虚拟代替老师的影像系统来做展览。伫昨昏开幕的时，有医生伫现场示范安怎挂膜灯。黄色的那个叫大网膜，是保护的我们腹腔就是腹腔里面的一些器官哈。然后慢慢的你可以看到怎样，后面这个后面可以看到最后2个后腹腔2个肾脏。小儿科的医师用这台介绍超过300万的虚拟代替老师的影像系统，解说讲哪种发生膜灯炎，爱挂的膜灯是倒一个部位，对人体的表皮层、真皮层，各有到器官的组织。影像是真逼真，人体奥秘是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常设展。这届和成功病院合作，甲展览全面换新，嘛用专业的器材，让民众了解医学的知识。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展览，实际上去体验，然后去了解医学知识。我们可以在我们科教馆的场域里面看到我们医师他可以亲自的去模拟开刀的一些场景。展览使用真侪科技，民众也当体验。倒伫床的顶面，就通看到心跳佮喘气的数据。我们运用了一个雷达感测的装置，那你可以躺在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床上呢，你就可以侦测你的心跳跟呼吸。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是一个透过大数据的部分呢，去模拟，然后侦测你的这个呼吸的一个起伏，然后再去核对这个背后的 data。那这个装置其实在 COVID 期间，对于医疗人员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你就不需要近距离的接触病人。这个展览用2-3天的时间去规划完成，让大人囡仔认捌人体的皮肤、心脏、肺部、子宫、免疫、大脑、胃肠的运作。展览也会定期邀请专科医师和民众解说。记者柯嘉山、郑水由台北报道。咱台湾是有板块小钱所产生的都市，这是世界上真好真自然的地理教室。有母鸡团体就带囡仔去新北市中央地质调查所，用台语来了解地质的知识。咱嘛同齐来学一寡甲地质相关的台语。用简单的口诀，就通互囡仔认捌地质学问当中3大纲类的外观知识。母鸡团体拜三带囡仔到中央地质调查所，用台语认捌地质知识，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我感觉真好啊，因为平常时无机会熟悉到这个思路啊。所以囡仔对这嘛有兴趣？有兴趣啊，有啊。这摆台语地质活动的主办人纪冠尧本身就是咧地质领域做工课，今年已经是伊第8年做地质知识推测工课。伊本身也是母语家庭的家长，希望会使有更较侪管道传播地质知识。不过安怎用台语，互囡仔对地质学问产生兴趣，互伊感觉真伤脑筋。
专有的名词其实要翻译是介困难，毋过有真侪是咱较熟的，像地动啦、土石流啦。亲像今仔日特别强调是，咱的地球顶头有三大岩类，无共款的岩石、火成岩、有水成岩、变质岩，这三种基本的名词先来熟悉。科学的知识的，其实这是过去足欠缺的，大家嘛较无法度想象讲这种。感觉介专业的物件，是用台语来讲。母语团体表示，台语参所有的语言拢共款，拢通认捌所有的知识。现主时也当咧找机会甲资源，毋茫会使带囡仔用台语认捌生态、天文，即个平常时较罕伫用台语了解的科学知识，互台语会当生活化，嘛通正常化。记者郭长水新北报道。现在是咱台湾的音乐创作是真多元，无论是语言也是音乐的风格，拢真丰富。为着要鼓励少年辈当投入音乐的创作，文化部有举办音乐创作营，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互人了解写词、写谱到录音，一条歌是安怎创作出来的。创作歌手陈立兴唱出对妈祖婆的信仰，阁有乐团私募少年人，甲咧做布袋戏的爸爸写入歌内底。台湾的歌曲创作愈来愈丰富多元，文化部就举办音乐创作营，邀请专业的老师上课，让学生囡仔了解写歌的美感。访问，还是讲去散步、四界行行，看什么环境安尼，写出来的歌就较有土地故事安尼。就是国外，还是各种各地，甚至是一寡地方的音乐。对，所以就是把这物件拢参做伙，打造出真侪无共的这音乐的风格。参加的学生有用吉他、拍鼓，嘛有琵琶、弦乐。虽然短时间无法度写出一条台语歌，但是嘛有受到启发。台语歌就是较趣味，甲别个歌无共款。以后若讲，因为我台语嘛算还可以嘛，阁会晓讲。若是讲做歌嘛是会使。指导老师表示，这边的课程，让学生为写歌、录音到上台表演，大家透过音乐互相熟悉、互相交流，对音乐创作来讲是真好的经验。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体坛大车饼来看巴西卡球明星内马尔加入沙特阿拉伯联赛的希拉尔，甲球队签2年合约，2年薪水一年是1亿6千万欧元，大约是新台币56亿。也那阿根廷卡球明星梅西转战美国了后，连6场比赛伊拢有踢入球，即马是带领球队拼入总冠军赛。比赛到第3分钟，美国队的发动攻势，马丁尼兹伫禁区边缘起脚破门，这场美国一届卡球大联盟联盟杯4强赛，美国队客场对决费城人。比赛第70分钟，这摆换阿根廷卡球天王梅西，家己炸球突破伫禁区外口，超远距离上演世界波。梅西这射门离球门有31.8公尺远，而且伫草坡顶悬穿过守门员练一笔球门。这是梅西转战 MLS 了后，近6场比赛都进攻第9球，并在球队进球王最后，美国队4-1拍败费城人，进入联盟杯总冠军赛。另外，巴西卡球大名车内马尔真欢喜摕新球季的战袍正式转回沙特阿拉伯联赛豪门球队希拉尔。And we will win together a lot of trophies. Welcome to the 内马尔进前可能亚初步想要留伫原本效力的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了后被证实沙国豪门希拉尔用9000万欧元，差不多代表31.52亿的转会费，甲内马尔签2年，总额高达1.6亿欧元，将因代表56亿的天价合约。内马尔今年3月因为脚部受伤动手术，一直无法度比赛，也传出无伫大巴黎未来计划之内，加上西甲巴塞财务顾问无法度迎接伊转来，最后决定去沙国，也互欧洲联赛第1年来失去4罗，梅西甲内马尔3大球星。公司新闻陈伟仁朋友。
中国伫疫情过后，经济恢复的速度真慢，尤其是中国的少年家失业率已经超过2成。中国嘛讲，对8月份开始，因无要阁公布青年失业率这款数字，互外界就得笑讲因是咧看白。少年家即马找无头路，所以即马真侪少年人改用直播咧趁钱，甚至讲即马中国的菜馆销售量嘛比英国也搁较好，大家拢想要着头奖变大好业人。有流行管理色素学会的张小姐伫镜头前介绍商品，几个月进前以兼职做马豆甲布洛克，即嘛是进入直播。亲像张小姐安尼投入直播产业的少年人愈来愈多。2021年中国直播业销售金额差不多达票15条，市场有估今年佫会增加3成。伫就业困难的现实之下，直播业正做失业青年找头路的新选择。不过，直播业市场竞争愈来愈大。市调公司统计，2020年中国直播业请的直播主达到113万人。即马广告业主要求更较悬、更较好的节目品质甲销售目标。直播主为着有业绩，爱想尽办法。那整体上来讲，因为现在的市场达人是逐步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自己足够丰满的达人内容生产者，再去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少年人除了转职做直播主，买菜馆人也明显增加。今年顶半年，中国菜馆销售金额增加到2.2条新台票，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5成。显示经济无好，甲失业率一直欠悬的社会现实之下，真侪少年人开始仰望靠菜馆一暝就好业改变人生。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2度。外岛25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